這禮拜才正式營運的中華郵政物流園區 A7北台灣郵件作業中心，因為自動分揀機的成功率無遐好，電腦是愛開真濟人工去處理，就一寡批呢就愛等上禮拜才寄到位。中華郵政公司也發出聲明回釋咧，那董事長王國材也講會要求這廠商趕緊改善。工作人員甲對郵車頂員摕落來包裹，一個一個送入去內面。中華郵政在 A7物流園區的北台灣郵件作業中心，一禮拜正式進駐，就發生郵件和包裹嚴重延遲的狀況。有民眾在社群講掛號寄一禮拜攏還未到，才發現全台各地攏有延誤的情形。郵局接民眾的電話接袂了，郵差嘛一直訪問講批哪還未到。像我們出去遞送郵件的時候，就有客戶一直在追掛號信啊，怎樣啊？有可能都拖了很久啊。郵中心你都還沒有到定位，然後就貿然讓他去運轉，現在是導致全國各責任中心也是變成一團亂。郵政產業工會指出講 ，A7作業的現場狀況真濟，包括機器設備攏還未到位，外包商真濟人力出走，造成作業大亂。中華郵政公司嘛證實講，一寡包裹和掛號的郵件，無法度在承諾的時候來送去給民眾，影響收件人的權益。因回釋咧，而且啟動改善措施。董事長王國材嘛在下晡隨開會處理，伊證實關鍵原因是自動分揀系統的成功率比預計佫較低，造成必須增派人力，後禮拜會佫補20個人。分揀的成功率不如預期啊，所以我們現在變成要花很多人力在人工分揀上面。針對人力不足的部分增加資源的人力，盡速來投入資源。下禮拜大概會有20個人再進來哈。郵政公司指出講，在5月初是營運的初期，包括人機協作佫算順利，但是對初6開始郵件量大大增加，佫拄着5一連假，目前在拍一個檔期，造成包裹量大大增加，攏積佇遐。目前已要求分揀系統的設備廠商工程師提名來營運，內部增派人力優化 SOP， 對民眾因為延誤造成損失嘛，得研議賠償的方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